咱看到这个营养顺这个占灵结，其实已经20年的救人的资历了，真深的资历对不对？包括2015年复兴的空难，2018年普悠玛的兵车，这重大的灾难现场，拢会当看到伊出生入死啊！而且伊伫个工课之外呢，是一个真疼小某、真爱查某囝一个好翁婿甲好老爸啊！伊的小弟嘛是一个消防队员，伊且听到因兄哥啊因公顺一了，嘛马上请假转来家人。金炉的网子上面有燃烧物，我们马上出易水线加火势熄灭。分队的小队长占良健，两情说明火灾发生的情形甲后续的处理。想袂到今仔日早起，因为着救人不幸损失，朋友拢真悲痛。我其实也希望说，跟他一起冲进去的是我。那他从小时候到现在，一直都非常的这个见义勇为啊，那什么事情都冲第一个。那今天听到这个事情，这个家属也在，大家都非常的悲痛。朋友透露，占良健伫出检部进前一个礼拜勤务班表。过去伊参加过几大摆的救灾检部，也定伫现场指挥，对外说明。我们进去差不多前面几分钟，我们头都会晕。看个人体质啊，有些人可能会想吐啊，有些人可能只是纯粹头晕啊，有些人可能就没什么感觉。以救灾的经历，包括2015年复兴空难、2018年普悠玛火车败北，加控制控诉花莲建灾等等，重大灾难现场加搜救的检部中，拢会当看到伊的形影。我们进入401之后，高度约1米150公分左右，大家都是弯着身子进入。警专23期毕业，有20档的消防资历。捌到过消防署消防职业救护人员的表扬，而且透过竞选去日本接受消防救助的训练，更加是灾害防救训练的政治高官，加安全驾驶的政治高官。伫外口应用救灾，厝内嘛有温暖的支持，就是上爱的亲人。占良健是出名的好老爸，伫餐厅欢喜翕相，笑甲真幸福，也调伫面车顶悬打出造景的相片。因小弟嘛是一个消防员，目前伫桃园社透露，事发了后已经随请假。无前的大火，好一个优秀的消防员就安尼来过往，留下亲人甲同事无限的哀伤。也毋过伊救人的英勇，嘛将会永远留伫大家心肝中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